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逼出收政治现金提后生的买贷，河间町政府的支出率是达到23%的历史性嘅纪录。首相菅田文雄搁再向大众来回释咧，嘛强调会彻底改掉金钱政治的决心。 日本自民党内逼出政治资金回扣见效贷已经将近2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0日国会发表2024年的施政方针演讲，针对党内最近一直逼出的政治资金甲回扣见效贷，搁一摆当场回释咧，嘛表達要徹底擺脱金錢政治的決心。政治資金の問題で国民から疑念の目が注がれる事態を招いたことは自民党総裁として 極めて遺憾であり、心から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ます。 暂时自民党内有3名议员、秘书甲议员的会计负责人拢总在人，因为涉嫌在过去5档以来收受回扣政治资金达到6億7500萬的支票，却无登记申报纳税，所以互检察官起诉。虽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在去年12月甲相关的人事免职，但国家建效贷嘛，互岸田政府的支持率一度落到23%，创下历史新低。岸田在国会反省自民党内派系是为着金钱甲施温保温。 唔是为着政策，嘛承诺会做改革。暂时自民党内6个派系，包括过去岸田文雄捌领导的红池会，有4个拢决定要解散。兼国立宾馆大学政治学教授上久保承认，说真怀疑是毋是会当改变日本政坛的风气。派閥解散って今動いてますけれども、このお金ね、結局どう使われた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が全く解明されてないんですよね。 ここがやっぱり一番の問題であり、日本政治の問題だと思ってます。上久保教授认为，政治人物有关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选举甲办地方活动，就算派系解散，议员有缘会找无共的办法来募集资金。另外，因为在野的国民党立场拢无共款，和学者认为，除非在野联盟合作组成，这个当影响执政党的反对党，那么就算自民党的支持率更较低，嘛无其他在野党会当取代，自民党有缘会当继续执政。公司新闻台是唐炳义。